如果一座核電站突然收到停機指令，控制棒會喺幾秒之內插入反應堆，核裂變鏈式反應迅速下降，汽輪機亦會同電網斷開。照道理，反應已經停咗，部機應該好似熄咗火嘅引擎，慢慢凍返落嚟。但真實情況啱啱相反，一座長時間滿功率運行、熱功率3000兆瓦嘅反應堆停堆1秒之後，爐心仍然可以產生大約185兆瓦熱力。過咗1個鐘，仲有大約38兆瓦。1星期之後，仍然可能有7兆瓦。7兆瓦聽落只係原本功率一小部分，但已經等於幾千部家用電熱水器一齊全開。如果冇人持續將呢份熱帶走，水會升溫沸騰，燃料棒會露出水面，最終連已經停咗嘅反應堆都有可能融化。最反常識嘅地方係，造成呢份熱嘅唔係失控嘅核裂變鏈式反應，而係反應停咗之後，燃料入面數以百計嘅放射性裂變產物仍然喺度衰變。呢份叫做衰變熱或者餘熱嘅能量，唔可以靠再撳一次停機掣消失。控制棒可以收走中子，但收唔走已經製造出嚟嘅放射性原子。所以核電站真正嘅停機唔係一個動作，而係一段由幾秒開始，持續幾日、幾星期，甚至更耐嘅散熱過程。今日我哋會由一粒核燃料開始，睇清楚控制棒究竟停咗乜，餘熱又由邊度嚟，再沿住冷卻水、蒸汽發生器、餘熱排出系統同最終熱沉一路行，最後去到福島第一核電站，理解點解地震之後反應堆明明成功停堆，事故仍然繼續惡化。首先要知道，一座核電站本質上仍然係一部熱力發電機。以常見嘅壓水式反應堆做例子，爐心入面有一束又一束燃料組件，每一組由大量又長燃料棒排列而成。燃料棒入面放住一粒粒燒結成型嘅二氧化鈾陶瓷燃料芯塊，外面再由舊合金包殼密封。鈾原子核吸收中子之後發生裂變，分成較輕嘅原子核，同時放出熱力輻射同新中子，新中子再撞向其他鈾原子，令反應繼續。只要每一代裂變平均維持足夠中子，爐心就可以保持穩定功率。裂變產生嘅熱先傳過燃料芯塊，再穿過包殼，去到燃料棒外面嘅一次冷卻水。壓水堆會將一次系統維持喺高壓，令水即使去到300度左右，仍然唔會大量沸騰。高溫水由主泵推去蒸汽發生器，經過大量金屬管，將熱力交俾另一邊較低壓嘅二次水。二次水沸騰成蒸汽，推動氣輪機同發電機。離開氣輪機之後，再喺冷凝器入面變反水。海水、河水或者冷卻塔就負責將最後用唔到嘅熱排到環境。所以由燃料到天空或者大海，中間其實有一條完整熱力接力。燃料交俾一次冷卻水，一次系統交俾二次系統，二次系統交俾冷凝器，冷凝器再交俾最終環境。呢度用壓水堆做主體，係因為一次水同二次蒸汽分開，熱力路線較容易睇清。但全世界仲有大量沸水式反應堆，沸水堆會容許反應堆壓力容器入面嘅水直接沸騰，蒸汽經主蒸汽管去推氣輪機，再由冷凝器變反水送回反應堆。兩種設計嘅喉管、泵、蒸汽系統同緊急冷卻方式唔完全一樣。壓水堆靠蒸汽發生器將一次側同二次側分開，沸水堆就由爐水直接產生蒸汽。但停堆後嘅物理問題完全相通，燃料仍然產生衰變熱，必須有冷卻劑接觸燃料，亦必須有另一個系統將熱送出廠房，所以唔可以將某一座壓水堆嘅操作程序原封不動套落另一座沸水堆，但可以用同一條問題檢查佢哋。熱由爐心出發之後，下一站係邊，最後又去到邊。發電只係依條熱力路線中間抽走一部分能量。假設反應堆熱功率係3000兆瓦，發電功率可能大約1000兆瓦，其餘大量熱力本來就要由冷卻系統排走。當控制室要求停堆，最直接嘅做法係將控制棒插入爐心。控制棒由可以大量吸收中子嘅材料製造，中子被吸收，下一代裂變數量就會急跌。部分設計仲會利用含硼冷卻水幫助控制反應性。呢個緊急停堆動作，英文經常叫做 SKRAM。無論係反應堆保護系統自動觸發，定係操作員手動按掣，目標都係快速令爐心進入次臨界狀態，即係每一代中子造成嘅裂變越來越少，鏈式反應唔可以自行維持。到呢一步，可以話核裂變功率已經被壓低，但唔可以話爐心已經冇熱。原因要由裂變產物講起。一個鈾原子裂變之後，唔係變成兩粒穩定從此冇事嘅原子，好多裂變碎片本身含有過多中子，處於不穩定狀態。
佢哋會透過貝塔衰變、伽馬輻射等方式，一級一級變成較穩定核素。每一次衰變都會釋放一部分能量，反應堆滿功率運行得愈耐，爐心累積嘅裂變產物種類同數量就愈多。停堆之後，壽命最短嗰批核素首先快速衰變，所以如熱一開始跌得好快，之後剩低壽命較長嘅核素下降速度就會逐漸放慢。國際原子能機構用一座長時間滿功率運行、熱功率3000兆瓦嘅反應堆做示例，停堆1秒後，餘熱大約係滿功率6.2%，即係185兆瓦。1分鐘後大約107兆瓦，1小時後仍有38兆瓦，8小時後大約19兆瓦，1日後13兆瓦，1星期後7兆瓦，1個月後仍有大約4兆瓦。呢組數字唔係每座反應堆都完全一樣，燃料類型、運行歷史、功率水平、燃耗同停堆時間都會改變結果，但佢清楚說明一件事：停堆令熱源快速縮細，唔代表熱源變成零。仲要留意兆瓦係功率，即係每一秒產生幾多能量。停堆1秒後有185兆瓦，唔係話只出現一下就完，而係嗰一刻每秒仍然放出相當於185兆焦耳嘅熱。就算功率一路下降，將最初幾個鐘嘅熱全部加埋，總能量仍然非常巨大。水之所以重要，唔只因為佢可以流動，亦因為佢每升高1度可以吸收大量熱，而且沸騰時仲可以用氣化帶走更多能量。但呢個能力有代價，水變成蒸汽後體積大幅增加，系統壓力會上升，蒸汽離開而冇補水，液面就會下降。所以冷卻唔係單純俾佢煲水，而係要同時管理補水、蒸汽出口同壓力。更加重要係餘熱唔需要鏈式反應，繼續先會存在。有人見到停堆後溫度重新上升，會以為反應堆又自己啟動。實際上，只要燃料入面嘅放射性產物仍然衰變，就算所有控制棒完全插入，爐心保持次臨界，餘熱仍然會持續產生。控制反應性同移除熱力係兩份唔同工作，前者靠控制棒含硼水同爐心物理，後者靠水量、循環、換熱器、電力同一個可以接收熱力嘅最終出口。正常停機時，操作員唔會突然將所有泵同冷卻設備一齊熄掉。反應堆停堆後，一次冷卻水仍然會循環，將爐心餘熱帶去蒸汽發生器。二次則繼續補水，產生嘅蒸汽可以經氣輪機旁路送去冷凝器，或者按程序經蒸汽系統釋放同降溫。隨住溫度同壓力下降，主系統去到適合範圍之後，餘熱排出系統先會接手，佢會抽取一部分一次冷卻水送過專用換熱器，再將凍返嘅水送回反應堆冷卻系統。但熱力去到換熱器唔代表工作完成，餘熱排出換熱器自己亦要有冷源，通常再交俾設備冷卻水系統，最後由重要廠用水系統送去海、河、冷卻塔或者其他最終熱層。由爐心到環境，任何一段中斷，熱都可能困喺上游。主泵冇電，可以令強制循環消失。蒸汽發生器二次則冇補水，就冇辦法長時間接收一次則熱力。設備冷卻水泵停咗，餘熱排出換熱器都會逐漸失去能力。如果海邊進水口被雜物堵塞，或者海水泵被淹，最末端熱沉亦可能斷開。所以核電站講冷卻從來唔係得一個水泵，佢係一條由多套泵、閥門、喉管、換熱器、電源同控制信號組成嘅功能鏈。部分反應堆喺特定狀態下可以利用自然循環，爐心加熱，令水密度降低，熱水上升，去到較冷嘅蒸汽發生器後，密度增加，冷水再向下流返爐心。只要系統幾何、水量同高低溫差合適，冇主泵都可能維持一定熱流。但自然循環唔等於完全乜都唔使，蒸汽發生器另一邊仍然要有水接收熱力，蒸汽要有地方離開，閥門同量測亦要保持可用。如果冷卻水流失到爐心露出，或者系統入面積聚大量蒸汽阻住流動，自然循環能力就會大幅下降。呢個時候，真正關鍵嘅已經唔係反應堆有冇發電，而係有冇一條持續可用嘅散熱路徑。核電站會準備多層電源，正常情況由自己發電或者外部電網供應。廠內設備外部電力失去之後，緊急柴油發電機會啟動，供電俾安全相關水泵、閥門、儀錶同控制系統。柴油機未接上或者交流電完全消失時，直流電池會暫時維持重要儀錶、控制同部分閥門操作。但電池係時間，唔係無限能源。
佢可以幫操作員睇水位、睇壓力、開關部分設備，同時等外部電力或者柴油機恢復。如果停電時間超出設計承受期，電壓下降，儀表逐漸消失，原本可以操作嘅閥門亦可能失去動力。呢種全廠交流電源同時失去嘅情況叫做全廠停電。全廠停電唔等於爐心即刻融化，因為反應堆仍然有水、有熱容量、有蒸汽系統，亦可能有電池同被動冷卻。但由嗰刻開始，工程團隊就同餘熱下降速度比賽，要喺水位跌得太低、電池耗盡同設備過熱之前，重新建立一條散熱路線。呢場比賽最麻煩嘅地方係注水同泄壓往往互相牽制，反應堆壓力太高，普通低壓水泵就算有水都未必推得入去，要先打開安全泄壓路徑，降低壓力。但泄壓會放走蒸氣同水，亦可能將放射性物質帶入安全殼，所以操作員要確保新水真係接得上，先可以有秩序咁減壓。如果高壓注水設備仲可用，操作員可以喺壓力未降得太低之前維持水位。如果只剩低消防泵、流動泵或者重力水源，就可能要將系統壓力降到佢哋可以克服嘅範圍。任何一個閥門冇電、氣源不足或者位置信號消失，都會令原本畫喺程序上嘅步驟變得困難。同一時間，蒸汽同非凝結氣體令安全殼壓力上升，工程團隊可能要考慮受控排氣，保護安全殼結構。但排氣路線去邊，會唔會將氫氣帶入另一個封閉空間，過濾設備有冇電，全部都會影響後果。呢啲先係嚴重事故管理真正面對嘅工程矛盾。如果冷卻逐步失效，事故唔係由正常狀態一下跳到核爆，佢會經過一連串可以量度亦可以干預嘅階段。最初爐心水溫同壓力上升，水開始沸騰之後，蒸汽增加。如果蒸汽被釋放但冇足夠新水補入，反應堆水位就會下降。燃料棒頂部首先露出水面，失去液態水直接帶走熱力，包殼溫度開始快速上升。燃料棒外面嘅舊合金包殼正常時可以承受高溫、高壓同輻射。但溫度去到非常高，而周圍又有蒸汽，時鋯會同水蒸氣發生化學反應，生成氧快鋯同氫氣，同時再放出額外熱力，即係話冷卻不足唔止令原有餘熱積聚，仲可能加入一個會產生氫氣同熱力嘅化學反應。包殼變形破裂之後，部分裂變產物可以由燃料棒釋出，溫度繼續上升，燃料組件同支撐結構會失去原有形狀，材料融化並向下移動，形成嚴重爐心損壞。反應堆外面仲有多重屏障、燃料、陶瓷本身、包殼、厚重反應堆壓力容器同最外層安全殼。事故管理嘅目標就係盡量維持冷卻，控制壓力，防止每一層屏障繼續惡化。而氫氣帶出另一個經常被誤解嘅問題，氫氣同空氣混合去到可燃範圍，遇到點火源就可以燃燒或者爆炸。新聞畫面入面，核電站建築物外牆被炸開，唔代表反應堆發生咗原子彈式核爆炸。嗰種爆炸主要係化學能量舊同蒸汽反應產生嘅氫氣離開主要系統，喺建築物某個空間積聚，最後被點燃。商用核電燃料嘅濃縮度、排列方式、幾何結構同武器完全唔同，唔具備核武器嗰種瞬間超臨界爆炸條件。將氫氣爆炸講成核爆，會令人睇唔清真正需要控制嘅問題。水位、溫度、壓力、氫氣同放射性物質屏障。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就將停堆同冷卻嘅分別放大到全世界面前。3月11日，強烈地震發生，運行中嘅反應堆自動停堆，控制棒成功插入，裂變鏈式反應停止。外部輸電線受損之後，緊急柴油發電機亦按設計啟動，為冷卻設備供電。到呢一步，最初兩層應對其實都有動作，反應堆停咗，後備電源亦接上。真正改變事故方向嘅係之後到達嘅海嘯。國際原子能機構事故報告記錄，場地防海嘯設施按大約5.5米高度設計，但最大一波海嘯嘅掃上高度約14至15米。海水越過防護設施，淹沒岸邊海水泵、柴油發電設備、配電盤、電力中心同建築物低層。部分柴油機本身冇直接被水浸壞，但佢依賴嘅海水冷卻或者配電設備已經失去。最終1至5號機失去交流電源，形成全廠停電。只有6號機其中一台設喺較高位置，採用空氣冷卻嘅柴油發電機仍然可用。福島嘅反應堆係廢水式，同我哋前面用嚟解釋熱力路線嘅壓水式結構唔完全相同。但餘熱問題一樣，控制棒插入之後，燃料仍然發熱，
必須保持水位同將蒸汽熱力送去一個可用出口。電源、配電同最終熱沉同時受損，令操作員愈來愈難掌握準確水位同壓力，亦難以控制注水同泄壓設備。直流電池只能維持有限時間。報告指出，嗰個年代嘅機組一般按大約8個鐘全廠停電，承受時間配置電池。但場外道路、通訊、電纜接口、積水同廣泛災情，令流動發電機同新電源唔係運到現場就可以即刻插上。電壓要匹配，電纜要拉到正確配電盤，設備要避開積水同輻射環境，泵亦要有完整吸水同排水路線，冷卻能力持續不足，爐心水位下降，燃料過熱，包殼同蒸汽反應產生大量氫氣。氫氣進入反應堆建築物上部空間，最終造成1號同3號機建築物爆炸，爐心亦出現嚴重損壞同融化。呢場事故最重要嘅工程教訓唔係控制棒冇用，控制棒完成咗停止鏈式反應嘅工作。問題係一個核電站要安全停低，仲需要餘熱移除、電力儀表、注水、泄壓、氫氣管理同最終熱沉全部保持足夠功能。地震同海嘯造成嘅共同原因失效，一次過打擊原本分開設置嘅多層設備。所謂後備亦唔只係數量多，如果3部柴油發電機全部放喺同一個低位房間，一場洪水可以一次過令佢哋失效。如果泵有3套，但全部依賴同一個海水進口或者同一段配電盤，系統圖上睇落有3重，實際仍然可能有同一個弱點。所以核安全會同時講冗餘同多樣性。冗餘係同一功能有多套設備，多樣性就係用唔同原理、唔同能源或者唔同位置完成同一目標。例如固定柴油機之外，再準備高位或者防水嘅電源、流動發電機、蒸汽驅動泵、重力注水、被動換熱器同獨立水源。福島事故之後，好多核電站重新檢查，超出原設計假設嘅洪水、地震、火災同長時間停電。改進唔只係再買多一部發電機，而係重新安排設備位置，將流動柴油機、水泵、電纜同接頭放喺防水或者較高位置，準備唔依賴原有廠房配電盤嘅接駁點，確保黑暗、積水同大量碎屑存在時，工作人員仍然可以將設備運到指定位置。流動設備亦要定期試行，發電機長期擺喺倉庫，燃油會唔會變質？電纜夠唔夠長？接頭同現場電壓係咪一致？消防車、水泵可以由邊個水源吸水？通往機組嘅道路如果被地震破壞，仲有冇第2條路？之後將成條臨時冷卻路線實際接一次，先知道有設備同設備用得到之間差幾遠。氫氣管理亦會加入更清楚嘅策略，例如安全殼內設置被動催化複合器，令氫同氧喺未累積到危險濃度之前慢慢變反水，或者改善排氣路徑同建築物通風，避免氫氣去到唔預期嘅上層空間。每一項改進都指向同一原則，唔可以只保住爐心其中一個參數，而要預先想清楚水、蒸氣、電力、熱力同氣體會去邊。新一代設計亦會更加重視被動餘熱移除。所謂被動唔係完全冇閥門、冇水箱、冇限制，而係盡量利用重力、自然循環、壓縮氣體或者冷凝回流，減少對長時間交流電同主動泵嘅依賴。不過任何被動系統都有設計條件，水箱容量決定可以維持幾耐，換熱器要有空氣或者水接收，熱力閥門要按時打開，管路入面唔可以有氣塞。工程師仍然要分析一條完整路線，而唔係見到被動2個字就當成永久冷卻。正常停機同樣唔可以心急。反應堆壓力容器、蒸汽發生器同主喉管都係厚重金屬，由高溫高壓降到冷停堆，要按規定速度進行。如果降溫太快，金屬內外層溫差會造成熱應力，某一邊突然注入過冷水，亦可能令壓力容器承受額外衝擊，所以停堆會分成唔同階段。最初可以利用蒸汽發生器同2次側帶走熱力，溫度同壓力降到餘熱排出系統允許範圍之後，再切換到低壓冷卻，最後先進入冷停堆，準備檢修或者換料。切換過程本身亦係風險管理，某啲維修期會將反應堆冷卻、水位降低，或者隔離部分設備，方便打開喉管同進行工作。爐心雖然停咗幾日，但仍有餘熱，水量較少，代表可以吸收熱力嘅緩衝亦較細。一套餘熱排出泵停用維修時，另一套能唔能夠即刻接手，閥門位置有冇切錯，全部都要嚴格控制。
美國核管會過去記錄過反應堆喺冷停堆控制棒全部插入嘅情況下，因為餘熱排出暫時中斷而令冷卻水重新升溫。呢類事件未必造成燃料損壞，但再次證明停機唔等於可以停止監察。控制室要持續睇住爐心水位、一次系統溫度同壓力、蒸汽發生器水位、餘熱排出流量、換熱器前後溫差、電源狀態同最終熱沉。操作員真正想確認嘅係熱力正由燃料一路流向環境，而唔係只見到反應堆功率顯示為0。就算燃料離開反應堆，餘熱問題仍然未結束。換料時使用過嘅燃料組件會轉移到閥燃料池。池水一方面帶走須變熱，另一方面為人員提供輻射屏蔽。燃料離開爐心唔代表變成一堆凍嘅金屬，佢仍然要喺水下儲存同冷卻，直到餘熱下降到適合下一階段處理。閥燃料池本身亦有循環泵、換熱器、水位監測同補水路線。水池通常有大量水，熱容量同蒸發所需能量提供較長反應時間，但如果冷卻長期中斷，池水一樣會慢慢升溫同蒸發。燃料越新，一次放入池入面嘅數量越多，初期冷卻負荷就越高。經過足夠時間，餘熱同輻射水平下降，部分燃料可以轉入乾式儲存容器，厚重金屬同混凝土負責屏蔽同保護，容器就利用自然對流空氣帶走剩餘熱力，空氣由底部進入，受熱後上升，再由上方離開，無需大型水泵持續運行。但乾式儲存唔係完全冇熱，而係燃料功率已經下降到可以靠被動空氣流安全帶走，通風口唔可以被雜物封住，容器密封，溫度同周圍環境仍然要監察。由反應堆到水池，再由水池到乾式容器，實際上係按餘熱下降速度一級一級換用所需能力較低、對外部電力依賴較少嘅散熱方式。時間係餘熱管理入面最重要嘅朋友。停堆之後，每過1分鐘、1個鐘、1日，短壽命裂變產物持續消失，需要帶走嘅熱力會下降。冷卻系統唔需要永遠維持滿功率時嗰種能力，但必須喺每一個時間點都有足夠水量同散熱能力大過當時餘熱。所以核電站安全停機可以濃縮成3件事：第一，停止鏈式反應；第二，保持燃料被冷卻劑覆蓋，將熱由爐心帶走；第三，確保呢份熱最後真係離開廠房，去到一個可長期接收熱力嘅最終熱沉。3件事缺一不可。控制棒解決第一件事，但後面2件事要靠成座電站一齊完成。所以你下一次見到新聞話一座核電機組已經停堆，唔好將佢理解成一部電風扇撳咗關機掣。更準確嘅畫面係一座啱啱停止產生巨量新熱力，但內部仍然儲住大量放射性須變熱嘅工業系統。泵仍然要轉，水仍然要流，換熱器仍然要工作，操作員亦仍然要知道每一兆瓦熱力去咗邊。核反應可以喺幾秒內停低，但要令一座反應堆真正安全咁凍落嚟，考驗嘅從來唔係一支控制棒落得夠唔夠快，而係當主電網消失、後備設備受損、儀表逐漸變黑嘅時候，工程師仲可唔可以為餘熱保住最後一條離開爐心嘅路？